終於俾我揾一隻膠原蛋白嘅 NMN， 佢仲要係有晒所有女人不同嘅配方擺晒喺入邊，簡直係女人嘅仙丹。好開心，我終於幫大家揾到一隻超級完美嘅膠原蛋白嘅 NMN。嗱，膠原蛋白咧，我哋女人咧每日不停就會流失嘅。其實25歲之後咧，我建議大家咧係要食膠原蛋白同埋 NMN 嘅，因為你每日不停流失嘅嘢係比你想象中多啊。平時我自己都有食開 NMN 嘅，同埋膠原蛋白粉嘅，咁我就覺得哇，2溝好似好麻煩喎。終於俾我揾一隻膠原蛋白嘅 NMN， 佢仲要係有晒所有女人不同嘅配方擺晒喺入邊，簡直係女人嘅仙丹。佢有7大嘅主要成分，第一就係 NMN 可以幫我哋逆齡抗衰老，第二就係膠原蛋白幫你做翻一個緊緻，膠原 BB 喺齊度，你想靚都幾難啦。透明質酸會幫你做保濕，有谷胱甘肽可以幫你美白祛斑，入邊仲加埋白藜蘆醇幫你做埋抗氧化，仲有一個叫 PQQ 可以幫你清除呢個自由基，入邊仲有水解蛋白可以幫你增加皮膚嘅彈性。聽完之後係咪好想擁有佢呢？其實呢隻我係每日都有食佢嘅。康之森呢個品牌咧，大家都唔會陌生嘅。呢隻咧係美國製造，攞晒認證，食得非常之安心。